002复制了001和010的项目资料，以及我们和国外那边的通讯记录资料，拿着资料去找夏旭和袁和琴。他是不是想把这些资料泄露给他们夫妻俩，然后再拿这些资料来威胁主任？这就奇怪了，主任才是002的创造者，他理应站在主任这边才对。威胁主任对002有什么好处？他并没有威胁我。002既然复制了001到002的所有资料，他就一定知道4-500万里面包裹着预制调高防御城市的所有事情。陈老师，既然我们现在能够接收到他所有仿人生理机能的资讯，那么是不是也代表着我们可以回传我们的信息给他？照理说是可以的。徐教授，准备建立信息传输通道。完成。郑老师，准备密码防护通道。信号强度已经达到每秒5000兆。他爸爸昨天晚上说那样的话，可能就是想要一个完美的、毫无缺点、成绩第一的孩子。你想，既然他们曾经跟R1公司合作过，也可能造一个陈浩轩出来，放进我们学校聊。2份某能血彩冰。10元，请付款。谢谢。这样的话倒也说得通，但是你自己说过，那份001文件上面写着，001和人类不能有太大差别。但陈浩轩就像早年的 AI 机器人一样，破绽太严重，甚至连人类的喜怒哀乐都不知道。就像他，肢体不协调，不像人的 AI 店员。他说过谎啊，你忘了？他说他自己是人类。长安，张立群的话让我想了很多。你们真的认为 AI 比人类可怕吗？在我看来，人类彼此之间不问道德仇视才比较可怕。长安，我觉得我们要不要再找找比他嫌疑更大的人？要是找错人了，就不好了吧？张立群质疑我就算了，连你也质疑我。长安，我不是质疑你，我是担心你啊。真的不想因为你想找出那个 AI 而变得多疑。我都看过那个跟你一模一样的 AI 了，我有冤枉你吗？如果今天是你爸妈受伤，你还能说出那样的话吗？长安，我知道你不想帮我找出001，没关系，本来打一开始我就准备自己找。长安，长安。宝贝，看着路啊！宝贝，好好看着路啊！啊！我看明天的家长会我去就好了。要是安安知道你不舒服还要去家长会的话，她会不高兴的。你记得见到班主任一定要跟他打一个招呼。安安都已经开学好几个星期了，咱们一次都没有去过。如果安安有什么事儿，一定要跟老师说一声对不起。你怎么会对我们家安安那么没信心呢？我是担心那个蓝眼睛的哀哀会对安安带来什么样的影响。先别担心，
好好的待在家里休息。我回来以后就一五一十的向你报告，让你知道我们家安安是多乖多优秀，因为她有世界上最优秀的妈妈和爸爸。好。随玉不来了，也好，这样我的讲课进度才不会被拖累。虽然陈浩轩已经代表我们学校去参加奥林匹克数学竞赛，但是我认为夏长安同样也符合这样的资格。陈浩轩，你多和夏长安在一起做题，可以互相帮助。你们可以回去用云端看一下去年竞赛的题目，先试一下。好了，今天的社团时间就先到这儿。我也是。是吗？我虽然喜欢做数学题，但我也不想参加比赛。啊，对，我也不是。许，好久不见。你整天在班里拽的258万的，跟着夏长安和石玉在班里跟我作对，看你每天多阔气啊！让你补偿点精神损失费，不困难吧？密码多少？我这还有一整帮兄弟的精神都报社粉，你是不是也应该照顾一下？没想到陈大哥你还挺有义气，这么照顾你兄弟。你现在知道可嫌晚了，我可没办法收编你。不用，我也不想增加你负担。自己家兄弟养不起，跑这儿来跟人乞讨，也是挺丢人的。说什么？小徐，何婷出院了吗？
出院了，但是现在在家里休养，所以我替他来家长会。下礼拜大概可以上班了。你还打算让他去上班？韩光失踪时，你们跟二义都说是意外。你们都现在发生了这个事情，你们还是觉得这是意外吗？许怡，我跟何晴的车祸跟韩光的情况不是很一样的。当年我就警告过你们，这个项目是有危险的，它会有很多连带的反应。你们就是不听，而且还一意孤行的去完成它。你说的是什么项目？001。你知道了？当然。许怡，我们这样做是有苦衷的。如果你有时间的话，我们坐下来谈谈好吗？你们除了自私，还有什么？没有什么好聊的。11月，谢谢你啊。对不起啊，上次是我说话太重了，我们和好吧。你怎么会这么没用啊？对，你为什么还站在那里让他们打？你不要摇头，你说，为什么？因为比较划算。什么意思啊？他们各揍我一拳，我得揍他们一人一拳，这样1回合下来有4拳，大概要8回合才会停，8回合下来有32拳，每拳疼在我身上。如果只挨揍的话，以他们的能耐，只能打10回合，10回合也就是20拳，这样比较划算一点。你连这个也算，所以你听到孙悦也没见他跑那么快过。